好，接。你们稍微站远一点吧。好。你在训练吗？在排练吗？开始吗？好，可以了。228，哦，这个还行，肩膀做的。他有点12分在讲路上，啊，他不是只跳了几分钟？肩膀。手机往前推一点。他说的他到前面手机往前面推一点，距离太远了。就是这个。